叫诶，叫诶，那个叫诶不见了！红姑，很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照相球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叫的唔见的，有叫的哦。头家，我有一只叫的。啊，我有叫的呢。我妈妈送我的。哦，人叫的，迄嘛去神哦。佢係一隻黃色的叫的。哦，黃色嘅叫的，佢上到樣的呢。佢有四隻叫。哦。叫的都有四隻腳。哦，佢有兩隻太極講。哦，佢有暗太冇啊？動態，佢可以來動態上哦。哦，佢有幾太上的啊？動態上。哦，佢人叫的很多嘛嘅名咯。叫名的很多女工。尖叫的好嘛？這個係，我兩個聽做尖叫的哦。做啊，我帶你去尖叫的。女工。咕，是個最厲害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 了咧。有老鼠誒，佢從一個到了天數。最勇敢嘅給成你，一天不完成兩個任務。送本一張美味。美味加油！老鼠到咧，我係兔誒，唔係老鼠。找狗？你們在找誰的狗啊？我叫誒。你的狗？小古，你什麼時候養了一隻狗啊？根本就是我媽媽送我的。哦，那狗狗怎麼了啊？叫誒，唔見得咧。啊！那我幫忙一起找狗狗。狗狗長什麼樣子呢？佢係一條黃色嘅叫誒。四隻腳，兩隻太耳狗，兩個耳朵，綠狗。綠狗。綠狗。叫誒嘛？咩？又唔係我叫誒。嘿，這是不是你的叫誒呢？唔係，又唔係我叫誒。哦，綠狗，我叫誒，你都帶頭奶啊！咕，是個最厲害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 了咧。有老鼠誒，給
敢的给小人一天不完成这个任务。送本一张美味。老鼠哥哥嘞，我是兔诶，唔系老鼠。救命！救命！塞古诶，你的给我找不到，我的青蛙送给你好不好？它还会打鼓哦。安子谁？可是我要我的狗。塞古诶，我叫我唔记得咧，我嘅使用书本，佢行咗啲片衰冇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找我的狗啦！好啦，唔好驚啊！留咗個1,200我誒。塞古诶，你都给我们看呢？按奖记，你有没有看到雷公？雷公係乜人啊？塞古诶，给我啊！塞古诶叫誒。塞古誒。唔係叫小一條叫誒呀？唔條條嘅小叫誒哈？我老媽媽講，才没有，也是妈妈送来耶。媽媽你叫送唔叫誒？我因為唔掂咯。妈妈就是送来呀。做乜嘅係送？我係阿姊呢，應該係送本我呀。我用的呀，獎記。老愛天數錢給我好冇？拜託，拜託啦。好啦，今日叫喂，上當樣誒呢？記起一隻無食的叫誒，遊戲技巧，6隻探一股，命嘅很多雷公。好啦，我迄人唔情況啊啦。做乜嘅係送本細句誒，唔係送本啊？雷公，同啦，獎記，老愛給雷公籌拜的啦。做乜嘅啦？要做乜嘅？雷公，幾同嗌講？哇，很強嘅五月喲！哇，小姑，这鱼好漂亮啊！嘿呀，你是米奇姐姐耶！你好啊，你是我最喜欢的偶像哎！啊，真的吗？小姑，我也好喜欢你哦！你是我看过最可爱的C条哎！最可爱的 C 条哎！我不是鸟啊！哈？你不是 C 条哎？那你就是最漂亮的鹅哎！我哎，我不是鹅。哈？你也不是鹅哎？那你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 C 牛美咯？我才不是小鸭子嘞！那你是？我是一只给耶，一只可爱叫 Segway 的给耶。小姑！西望橋，橋來來，點點
条流浪狗。林暗天雾，又要有我朋友，希望狗不是狗，爱会好好留你爱，照顾你，保护你，不会再孤身。红牛hen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照相球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朋友和你在飞啦！感谢收看。